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9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中国除了禁止台湾石斑甲别人进口，又搁禁止鲈鱼、乌鱼甲鳝肉进口，农委会估算影响的损失大约60亿。为着减碳，经济部又搁推出个人家电的补助，冷气、冰箱一台补助3000块，上计明年1月开始申请。美国甲罗西亚达成换反动的协议，美国用罗西亚军火商话，因为大麻防判刑的女子即日拿救命车过来拿。新闻开始来看，中国又搁禁止咱台湾水产品进口。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仔表示讲，一档会受到影响的水产品损失大约60多亿，鲈鱼上济有30多亿，乌鱼甲鳝肉影响嘛真大。陈吉仲指出讲，因为中国要求全世界物件要进口中国，拢必须爱注册登记。也毋过，却要求台湾爱伫8月底进前来补件，其他国家明年6月底进前补件就会当。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讲，政府除了会向 WTO 申诉，嘛来协助开发其他的外销市场。中国无附近国禁止台湾水产品出口，尤其集中伫鲈鱼、鳝肉、乌鱼这鱼种。行政长苏贞昌初九批评中国违反 WTO 相关贸易，特别单独对进口中国的相关食品来进行申报登记等，对台湾阁是特别严格。另外，如何协助渔民渡过难关？苏贞昌强调，政府协助拍开更加多外销市场。政府对于相关中国这样子的违反国际贸易的做法，依管道申诉，相关应该有的国内销售和相关如何保存等，或者做其他加工等，都会以过往我们的做法会再更精进。鱿鱼最大宗30几亿，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的乌鱼，那乌鱼是养殖渔业，再来就是煎鱼，那还有我们的秋刀鱼，所以真正影响会是以这4个鱼种为例。外界关心影响水产品产蛋有多严重，陈吉仲表示，一年影响60多亿，尤其是鱿鱼占上济有30几亿。中国对全世界拢要求注册，只有对台湾8月进前爱补件，其他国家明年6月30进前补件对使。现阶段用管道向中国反映，透过资料补件定数恢复输出。那中国无要插，会向 WTO 提出申诉。另外，中国阁下禁令传出甲台积电去美国申请有关系，农委会回应无法度去后，毋过中国8月底完成审查结果，并无甲台湾说明审查过程。中国做事经常都是这样子，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要做一个措施禁止你进来，从来没有说预先跟你讲好啊，然后给你多少缓冲期，他不会这样做。试水员指出，总共有108间业者受影响，只有1间被核准，其他依然爱补件，有2间放弃。卫福部协助村的105间完成补件，搁送件。不过中国完全无回应是毋是通过。9月依然继续予台湾水产品继续输入，即嘛无附近禁止，小数会正式发函爱中国讲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立委的补选，民进党的参选人吴怡农提出讲，要甲松山机场塑造改起公园的证件。国民党的王宏维是靠说讲，选举前开支票，选举了后应该就无消无息咯。也毋过吴怡农是认为，立委的责任就是要爱争取中央的同意哦。这政策要推动嘛，需要真侪党的时间来做讨论，所以伊认为上好是对怎么就开始。许多的互动上面，或许造成一些朋友们的不愉快跟不舒服。那我也在这边跟大家说不好意思，也请大家多包涵。最近甲媒体交流引起议论，民进党吴怡农先回失的，不过台北市立委补选持续伫看吴怡农提出的松山机场前景话题。国民党王宏维是口说讲，这是选前开支票，选后互跳票。过去这么多的民进党候选人都提过松山机场迁建，但是为什么蔡政府在执政6年多之后，不管是交通部或者是国防部，从来都没有提过相关的迁建的规划？身为立法委员，我们的职责，我们必须尽全力来协调，争取中央的同意。我们当然要把公共利益最大化，我们当然要尽早开始规划。这个讨论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应该是现在就开始。郭一龙也问王凤梅，家己提出5项具体主张，暗过听无对手有倒一寡无认同。对王凤梅提出核二核三厂沿用，郭一龙也爱王凤梅提出可行方案，佮认为核电厂政策袂当疏忽地方政府的意见。我只要求他提出一个口号之后，给市民朋友一个可行的方案，可以跟党内的侯市长甚至台北市的蒋市长来谈谈他们的想法因为这个不能忽略地方政府的需求以及立场。核2、核3厂的延役，它绝对不是老议题。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国际的能源的问题相关的能源的飞涨还有台湾缺电的问题，当然是线下的一个问题。郭一龙讲，会甲选民解说政见，争取支持，坚持清气选举。王凤梅是过来走地方行程，重陆战，较无重网络战。记者综合报道。警察出入苏林的交泰所，警察大学校长陈德文就因为安尼防记过处分哦。这几冬嘛常常发生警察违纪的案件，有监察委员就要求警政署应该彻底检讨。另外，针对着介由私底下去北投分局甲受刑人见面，监察委员嘛针对警政署佮有北投分局等单位提出纠正。一直有原定出入收人交泰所，引起警局争议。尤其警大校长陈德文5年前捌行大过，也有牵涉到洗钱案的老麻林炳文被判，经过内政部调查，记小过一届。面对经济问题，即马有监委也爱警政署检讨改进。从10几个案件是从北到南，那都有发生这警纪的一些严重的问题，甚至于现在有发生了警纪也在出入了不该出入的一个场所了。警政署他也不否认说对于整个一个警纪的目前是有严重的一个疏失啊。经济风波一直变。监委指出，亲像2017年新北市海山分局牵涉到伪造线顶立炮的案件，新北市刑台去年伫个驻地发现，好亲像枪炮证物藏伫个天棚。台北市松山分局去年阁互穿乌衫走入去，乌被破坏。事后关键影像阁互警察删除，种种无适当的行为拍歹警界形象。当然，2018年发生北投之乱，代志发生的原因到即马也无度查清楚，这互监委提出纠正，认定有重大违失。加强我们整个驻地的安全的维护啦。那也针对侦查队的出入口，我们有另外做密码锁管制，我们也会加强督导啊。警方照替受刑人，说服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经评委调一任，着永光的后生调解佑，会当私底下去北投分局见面，引起特权的争议。北投分局是讲已经做改进啦，只是看这几年警纪少年线突出。除了追究涉案员警的责任，安怎加强防范、落实处罚态度机制，这原来是监委关心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明年买家庭家电冷气、电冰箱会当补助3000块，佮加上减少货物税，所以一台上侪有5000块的补助。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计强编30亿预算，买来补助商业服务业，一案相关是当来补助到500万哦。立法院已经初审通过了，明年初就会开始实施。今年超过10年，老旧家电经济部估算全国有707万台，其中冷气、冰箱占4成。鼓励户龄家电换新的，经济部中开节能家电补助，相关应补助3000，按过民众反应无同。家电也是高消费的用品，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去做更换，对啊，所以不会因为有一个补助就去花这个钱。环保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它是需要成本。如果刚好有要买家电的东西的话，那可能就蛮大的诱因。经济部表示，针对主题节能家电总共编列20亿，个别1级能效冷气电冰箱每台补助3000。经济部另外编列10亿，用在商业合业节能设备补助，包含1级能效冷气加节能标准 LED 照明产品。相关个案补助有500万，相信明年1月7日上路。我们昨天是经济委员会预算初审通过，会叫立法院大会审查。那通过的话，我们预计是希望明年1月1号就可以施行。另外，财政部个别节能电器退行检定服务税措施，应到明年6月中，买1级能效冰箱冷气每台应退税2000块。
加上经济部补助相关优惠有5000，有买家电计划民众应搁等一下。经济部表示，这项家电补助有3用完，对提早结束，相关细节下礼拜会正式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天气较凉冷哦，气象局表示讲，今仔这方面的水汽较济，北部、东北部地区的温度嘛是搁真冷，部分所在搁会落大雨。中南部今仔透早温度上低是伫南投的中寮，只有11.4度，早暗的温度会差真济，所以观众朋友得特别注意。天气反冷，真侪民众爱上买一领保暖的夜饭衫。最近伫中华溪湖的夜饭衫工厂，真侪消费者直接来这买，希望会使买到绩效较少的衫。特别的优惠，因为我前几年有来看，有些3000多的，今年都只剩下1500。消费者烦恼买到懊悔，就拢经本土生产的夜饭衫来确保品质。业者也表示，品质好的夜饭衫，除了应该爱有一定的蓬松程度。各有真侪种的美感，闻起来有不好的味道的话，那有可能是不好的羽绒产品，那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或者是呼吸道感染。第二，我们可以来压压看。伫出产纺织袜仔的中华社头，最近也咧办袜仔节，袜仔除了真俗，因应天气寒，也阁有卖保湿的袜仔，拢有咧拍折。中央气象局表示，初到即日，东北季风继续影响。透早上低温伫南投中寮，敢若11.4度，而且这方面的水汽也是较济，有可能会落局部大雨。我们目前东北季风今天刚好风力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强，不过随着风力今天到明天会逐渐的增强，到了明天下午之后，沿海空旷地区可能有9到10级，甚至9到11级的强阵风。也那中南部虽讲天气较稳定，不过每日的温差大，民众出门得爱注意保暖。气象局也提醒，后礼拜冷空气是一阵一阵落南，尤其后礼拜3，东北季风带来冷空气会愈强，接近冷气团的顶级。北台湾会落到14度，其他所在也会降到16度、17度。山区和沿海地区可能会更较寒，民众得爱小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议会伫昨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未来新的建筑物厝顶拢爱设太阳能发电的设备。草案会送立法院审议，民众是正乐观其成，也毋过建商是认为讲，政府应该提供量级奖励来做鼓励，无厝价会反映成本可能会阁起价。顺楼梯爬起哩，台北市大安区信义新城社区厝顶放满太阳能光电板，除了会当解决漏水问题，做好当年也会当摕到卖电和台电的回馈金。把太阳能跟顶楼的这个防水结合起来，一年的发电量大概是15万度上下。台电它跟我们收购收入大概有100万。政府宣示2020年净零碳排，其中再生能源技术真受注意。行政院初八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未来新建、增建、甲改建符合一定条件的建筑物，厝顶应该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设备。如果我们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一些装置设计进去，在未来就可以避免2次施工，而且可能可以发挥一些中效。比方说，在屋顶上它可以隔热。它的占比到目前为止还超过65%，所以屋顶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有潜力。经济部处长詹文生表示，未来厝顶设置日头光发电设备是属有建物财产，要冻起来卖也是家己用拢会使，都以现有法规来处理。不过建商是讲，政府应该爱有部分用值奖励，若无计出来成本，恐惊会加伫厝价。现实上，很多设置了太阳能的这个设备之后呢，那大楼呢，在1-2年之后呢，就把它废弃不用。政府应该给这个建商小小的一个容积奖励，让他能够拟平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负担。如果瓦数是够多的话，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在台湾可能不见得会整栋大家住户都会同意的。另外，为了推动离岸风电，而且偏向浮动式风机技术，草案删除无超过领海12海里范围的文字。詹文先讲，解除设置范围限制了后，出来就是技术发展的难度。记者综合报道。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敢有法度达成？气候变迁因应法，互外界认为是重要的指标。这个草案今仔早起伫立法院党团协商，环保团体嘛到立法院去表达诉求哦。因认为讲目前行政院提出的版本，气候治理的层级并无提悬，根本是无法度来发挥减碳的效果。
环保团体落雨天游园里立法院外口来求布条，表达对气候修法因有6大的诉求，欠一项拢袂当。环团不满行政院版本的气候变迁应用法草案，游园唔甲地理的顶级有关，坚持由行政院应属会来协调部会。绿色和平更加批评，目前的版本碳费无法度有效来引导减碳，基金分配嘛无法度发挥上大的功效来减碳。没有办法接受说政府去大张旗鼓去定了一个非常看起来很漂亮的气候法，但是它的执行原则呢是一切的空白。环团嘛，质疑正院的版本存在互高碳排的人有大开漂绿后门的疑虑，包括碳费有优惠的费率。另外，高碳排的人会当摕前期的专案、自愿减碳的专案，境外碳权所摕到的减碳的额度来抵换排放量，会互碳费收入大失血。我们的收入来讲的话，可能会损失90亿，可能会损失我们1年原本预期可以收到的碳费收入的1/4以上。立法院下晝11點展開委員會黨團協商，環團不滿行政院即馬提出的草案版本，中省6大訴求，嘛呼籲立法院各黨團來重視民間的意見，千萬唔通互有高度爭議的條文放水過關。記者林建梅、周良祥台北報道。12月7日是國際人權日，國家人權委員會邀請學者甲公民團體，將對兒童權利公約等人權的議題來進行討論哦。望講咱台灣的人權會當個愈進步。和中國同胞站在一起。喺中國含全球各地出現的白紙運動，到世界盃球球賽期間，逼出的移工北屬性別平等這相關的爭議，各項人權議題最近攏引起較大的討論。國家人權委員會嘛辦理線頂論壇，重點是放在兒少、婦女和身心障礙者和各項公約的規劃和落實。大家有沒有機會是開始願意真的平等的對話，然後去想，原來我們都有一些基本權，而不是額外的再去爭取一些什麼的。如果有這樣一個申訴的管道，他當然可以在學校裡面，他對於不合理的處分，他就直接提出來哈。最後，當然其實他並不是創造衝突，他其實反而是讓這個衝突有一個調解的機制。人權會委員范順綠強調，學生袂因為入來到學校就失去人權，未來會推動人權實踐的典範學校，而且繼續推動更加多元的學生族群來參與。另外，4度小組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相關討論，重點放在同性婚姻、偏疏、個性暴力這方面。西斗已經國內法化了，好像可是在司法的一些引用上是非常低的哦。人權會委員紀惠陽閣提出，台灣未來在所謂性暴力、加速移工和脫幼這相關政策都有改善的空間。另外，身心障礙者權益公約的討論，去機構化變作重點之一。如果你用隔離的方式，你永遠不可能平等，又怎麼樣互相尊重呢？去機構化的議題，大概我們要處理的就是這272家裡面服務的這些障礙者，他們到哪裡去？在國際人權日進前，國家人權委員會探討兩個公約，身心障礙者、兒少和婦女的方面，希望會當提升大家的人權意識，會當讓台灣的人權更較有保障、更較完善。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來看，中國在7日公布防疫新的10項措施哦，放零檢疫的規定，包括無症狀的感染者加輕症會當居家隔離就好。也毋過民眾是煩惱講，已經真濟人開始囤喙罨，所以即馬喙罨真惡買咯。英國媒體嘛指出講，中國根本還未做好解除封鎖的準備，嘛講哦，中國若是佇這個寒人疫情閣壓起來，可能會有上百萬人死亡。大家等到落做檢測，中國7日公布優化防疫新10條，大大放零檢疫規定，即馬出門無困難。不過各地攏在囤藥啊、囤喙罨。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真濟款感冒頂現藥啊是大賣，網絡電商平台強行也出現緊張的情形。我們的話就是準備了一些感冒藥，包括布洛芬之類的。我還是會有一點擔心，然後我會經常做核酸，然後會備一些防護用品或者口罩、藥物之類的。新10條措施包含無症狀感染的人加輕症病例應居家隔離，除了醫療機構無要求提供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也無可對跨地區流動證券查檢。7月國務院閣詳細公布，估計指南5天後陰性就應出關，閣呼籲老大人愛注疫苗。在這裡呢，我也希望
老年人呢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为自己的健康护航。外界认为中国绑定防疫措施甲白纸运动关系，甚至是落实了后上大抗议潮。不过中国以艺术家艾比比有无同款的看法，认为这场革命无法度动摇习近平政权，因为警察对因互示威者点点。Chinese people are very soft. It's not there's no religious group. There's no NGO. There's no any special interests.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have any kind of community besides the Communist Party.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习近平只是因为中国民众抗议者被逼绑定，中国根本也无做好解放的准备，也加高成本。若取消严格防控措施，伫未来当天，恐计有100万人死伫新一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甲罗西亚，因为乌俄战争关系正紧张，也毋过美国同意讲，甲目前关伫美国的罗西亚军火商布特来交换美国女子职业救命车救援格琳娜，双方是约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来交换犯人。美国总统拜登是感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协助，嘛强调讲美国无阁有其他的让步，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嘛无任何的改变。Do you know where I'm heading to? No. No? You fly back home. 美国女子职业救命车格琳娜坐私人的飞机，总算得到自由，面上显出笑容。两边为美国得到奥运金牌格琳娜，今年2月因为早含有大麻油成分的电子烟，伫莫斯科机场被人逮捕。因为拄好是乌俄开战的时阵，时机敏感，8月去俄罗斯判刑9年。美国经过几落个月谈判，总算达成换犯人的协议。She's safe. She's on a plane. She's on her way home. After months of being unjustly detained in Russia, held under intolerable circumstances, Brittany will soon be back in the arms of her loved ones, and she should have been there all along. That BG and I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work of getting every American home, including Paul, whose family is in our hearts today. 拜登嘛感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协助促成格琳娜被释放。不过原本美国向俄罗斯提出以一人换2人的方式，也就是除了格琳娜以外，也有予人控告间谍罪名的美国将陆战队员惠兰来交换俄罗斯军火商布特。不过俄罗斯唔答应。国务卿布林肯是讲，这互美国面临选择，是换一个，还是一个都无。也是被释放的军火商布特，伫母囝甲母亲的迎接下到莫斯科。Ну, посреди ночи просто подняли, сказали, собирайся, и все. Никакой особой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не было. Но вы не знали даже, куда вас везут, вам ничего не говорили? Понятно было, что как бы ситуация как складывалась, так что. 名声正歹的布特，向各地带兵的甲罗马国家卖军火，是全球头号通缉犯之一。2005年电影《军火之王》就是以伊的生平所改成的。2008年，伊伫泰国曼谷互人逮捕的时阵，2年后引渡去美国，因为秘密计划支持恐怖分子加杀害美国人的罪名，互人关押12年。美国换犯人了后，美国也强调。美国甲俄罗斯中间无任何暗盘交易，美国对于乌克兰人民的承诺也未有任何改变。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再来看伊朗的头巾示威抗议已经将近3个月，虽然国际社会拢真关心，也毋过伊朗政府镇压民众手段嘛是阁真粗残哦。第二章，伊朗的司法部公布一项定罪，抗议民众已经执行死刑了。总统莱西伫大学演说的时嘛讲，示威者是暴民，伊朗政府绝对袂落软。伊朗司法部官方网站公开23岁示威民众谢卡里的定刑过程，证人向法官讲，谢卡里甲共判伫9月25查某去围堵行路也代志情形，检方定数伊2大犯刑，分别是公开摕武器杀人，佮用武器攻击民兵组织成员。法官伫11月7日依照伊斯兰律法判处谢卡里死刑，谢卡里提出上诉，不过最高法院最后维持原判。
司法部伫7月宣布，谢卡里已经执行加刑。伊朗法师通讯社也报上谢卡里认罪为民，伊面有明显的乌青痕迹，互人怀疑是遭到刑求。伊朗人权团体指控谢卡里伫审讯的过程当中无法度甲律师联络，伊的亲人也无事先接到谢卡里特别被处决的通报。伊朗记者指挥女性艾米尼因为无挂好头巾，互道德警察逮捕了后身亡。全国各地为学校到街路160个都市爆发示威，已经连续将近3个月。政府以镇压暴动为理由动员民兵组织逮捕示威的民众。到目前，互伊朗法院判死的示威者有11人。人权团体谴责伊朗政府故意就此协助示威的群众。司法部检察总长蔡世哲表示，会废除道德警察，互人解读是转去外界批评下因缘让步罪犯。因确定是伊朗政府将来无放弃强力镇压示威活动。总统莱西切切伫德黑兰大学演讲的时阵，佮高调批评伊朗未亲像美国甲西方国家共款向国民妥协。صدای واقعی دانشجوی ما صدای ضد استکباری است، ضد امریکایی است. 伊朗处决示威群众的消息开始引起国际效应，拢谴责伊朗违反人道原则，要求停止执行其他示威者的死刑。BBC 分析，伊朗就司法镇压示威的举动是两面刃，协助效果有限，累积民怨恐见引爆更加大规模的示威潮。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来看今年的亚当世界锦标赛伫哥伦比亚举行，东京奥运的金牌郭幸存，今仔早起是挑战50公斤级的5连霸哦。哥伦比亚甲中国有2个实力真坚强的少年选手，郭幸存哦，最后也是102公斤排第4名，田野130公斤是排第2名，加强232公斤摕得银牌。过一年重新参加国际比赛，郭幸存伫咧世锦赛女子59公斤级的比赛，拄到中国较少年的选手罗诗芳、罗小敏，东京奥运金牌加拿大的沙朗，甲地主哥伦比亚凯塞多一寡好手。郭幸存头一届抓举是100公斤成功，第2届来挑战102公斤，第3届挑战102公斤成功，排伫咧第4。比赛来到挺举，郭幸存头一届是试126公斤，是真轻松；第2届挑战129公斤失败，第3届是提悬到130公斤。成功掠动，郭幸存用笑容、用手来比爱心，感谢观众的支持。比赛到即马，敢若剩中国罗诗芳甲哥伦比亚凯塞多，要伫咧第3届来挑战133公斤。罗诗芳挑战失败，凯塞多是成功。郭幸存挺举银牌，拢总232公斤嘛是银牌。郭幸存的教练林敬能9月伫咧全国青年杯就表示，这届世锦赛主要是看对手的状况，无奖牌压力。面对即马国际选手嘛起来啊，29岁郭幸存虽然无完成5连霸，但有愿用坚强实力摕到2面银牌。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气候异常哦，热人有几啊届连续落大水雨，秋天哦又搁无啥雨水。婚姻最近柳丁当个大出咯，也毋过有真侪柳丁拢落落来，农民是赶紧咧抢收，所以品质是无介稳定，嘛影响着绩效。婚姻馆的农业处是表示讲，煞来会来办促销的活动来导销。各人一个再来到柳丁园顺势，但今年气候异常，7、8月几届连续大雨后，今年秋天就真少落雨。连带嘛影响到旧年柳丁的产出，当地各人就讲，和旧年同期比较，规体柳丁熟成和采收的时间，延后10天左右。呢，变暖冬了，这种温寒带水果是要冷下来，它的后熟才会快，收成才会好，所以它的转色就比较迟缓一点，有较慢去。采收期过1中，当地各人表示，因市场需求。有部分的柳丁果农就咧收成，造成选产比还未达到标准，柳丁的品质会出现落差，恐惊会影响到绩效。文管府乱做就表示，因规划配合柳丁的产季，
在台北花博园区来做促销活动。因为云林柳丁种的面积到达1400多公顷，也占了1/3，一年5万吨的产量。那我们的柳丁的品质非常的好。那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所以转色稍微比较慢。不过我们在12月中旬，我们的柳丁就会进入我们的量产季节。赖处表示，目前初步统计，这个温泉内柳丁已经采收4成，需要1礼拜将这个规体采收期。柳丁的价格相对平稳，卖水后续的产销调节，提供消费者优质的柳丁，卖当顾着农民有稳定的收入。这种为你报道。来看桃园航空城计划总面积有4564公顷，其中超过3000公顷是区段征收，这嘛是咱台湾有史以来上大的土地征收开发计划。目前住伫遮的民众拢陆续搬走了，本地有3600人左右的位置，预估年底剩无到500人了。外界就讲这是一个风消失的日。这地人信仰中心超过100年历史的福海宫大门已经关起来，街路未少的厝也拢无人。原本3600人左右的大园区得为里，因为航空城计划进入实际开发阶段，居民陆续搬走，有估到年底全里只剩无到500人，所以有人叫这是被消失的里。很伤感，娘家也搬走了，都差不多搬走了。那为什么你没有搬？我没有钱可以买房子。政府安尼无变咯，无干嘛倒。你那有搁多少？钱伤少啊，无要多大。你看没有几户了啊，剩下没有几户啊，所以再搬一批出去就差不多没人了啦。有人无奈表示，政府补助伤过少，每平9万到10万，根本买不起新厝。师傅表示，安迪户应依照家己本身的条件选择，先去后线到113年10月底搬走。应选择今年3月或者是12月进前自愿搬走。甲发建部补偿金或者是救济金10%或者是15%，加厝税加搬厝的补助。资源优先搬迁的部分截至目前为止总共有4777栋的建筑物提出申请，那预计达到资源优先搬迁的这个比例大约是71%左右。针对准市长张善政伫选前提出航空城建建，拆迁户补助3大力度，包含促进开发进度，保障拆迁户补助为每点12.2块，调整做14.7块。另外，自控技术年底搬走的住户，每户加发15%的辅助金。地政局表示，已经在研究当中，但新政府进前会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里街的王公庙找到王公生办新桥过会仪式，将8尊的神尊来参加。信徒光桥也是抱神尊烫只脚，行过12000斤，烧甲红记记的花炭来消灾祈福。花炭烧甲红记记刷落来，压一寡盐，互信徒光神桥冒神尊烫只脚走过去。宜兰县自结王公庙找到王公生，举办全国上大的神桥过火仪式，有上百尊神明做伙来到闹热，信徒烫只脚踏过花炭，祈求消灾解厄，来年平安顺遂。看你手都黑掉了，很烫吗？还好，会很烫吗？不会。当年王公生举办自结王公过火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并登录做台湾宗教八景，嘛是宜兰县无形文化资产。信徒打过火炭，规身脚乌密嘛，不过有盐盐甲白米降温度，所以袂着伤。那今年较特别所在是咱有甲咱的白沙屯妈祖，甲咱的沙面妈祖，共同来配合。今年的王公庙过火，较特别的是头一摆邀请白沙屯妈祖来参加。扫过了后，王公甲妈祖坐伫神桥顶悬，开放现场软脚脚。现场庙方冒传1000份的王公妈祖祈安饼，送予民众食平安添福气，互这场地方的宗教盛事会当圆满结束。记者林景伦宜兰报道。来看台南7股有一个公车站叫做320万，有人翕相铺伫网络顶头，引起真侪讨论。当地路大人是讲这个所在伫古早个叫做320万另外伫嘉义有一个真趣味的客运路线，来嘛做伙来看卖。来到台南7股永吉里38线外的车路，就使看到一支公车牌，顶头阁写320万，互人感觉雾煞煞。原来当地就叫做320万。
做伙做就是讲拢正限制较济啦，徛总共啦，哎呦，还拄啊好，320万条。就迄块安住啊，迄块地我就迄块啊，我地320万条，我地好，怎么收成啊？拄好做大溪楼啊，对啊，即么人口讲安320万，所以限制在条的啦。讲到这个地名解说，讲法拢无同，不过同款的是，拢是和正限制有关系。三个海山街也好啦，迄边披露保护区啦，包括七股西湖或者安尼国盛灯塔，经过游客伊就足好奇，会落来看一下，甚至会直接翕相。也若伫嘉义当地客运对梅山发车经过嘉义交杯到云林北港，中文的简写出现金菇贝的字，我印着好亲像金菇贝，互人感觉真心熟。圣诞歌啦。哦，我跳英语耶。金歌贝是唱那个圣诞歌吗？它没有走主要的干线，所以2条路线是部分重叠，部分没有重叠，所以我们特别标注，让民众要知道这一条是往北港的方向。另外，台南各地也有真侪趣味的地名，亲像台南进前咸水钓饭店里，东山阁有红仔上天，大多数拢是和当地历史、产业阁地理有关系。也拿公车站的名，台南市公运处表示，这个公车站的名拢是尊重当地地名来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嘉东乡的乐东国校是偏乡的学校哦，也毋过有安排双语的课程，佮有请外国老师来接教，所以学生啊英文检定的成绩哦，佮比全国较悬。Good morning, George. Good morning, Teacher Susan. 一透早就听到学生囡仔和老师用英语对话声音，这是屏东的乐工国校为2年前开始建立一个让学生囡仔惯习讲英语的空间。108学年度，屏东县教育处为了要平衡城乡的师资，所以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最优秀的英文老师淑仪老师。从此之后，我们的中师淑仪老师以及外师 Aden 老师2位老师一起携手合作，协同规划了在地化的双语课程，让我们玉光国小的孩子从一大早进入校园就开始开口说英文。用英语才通入去教室的方式，上课内容是平常生活会讲到英语对话，而且佫连接在地四国旅行。学校的双语教学是做甲真好。这几年毋但参加真侪比赛，而且佫得奖。学生参加 RT 比赛，英文检测能力，因的成绩是比全国平均佫较悬。连续2年报名参加 RT 比赛，原本没有想到我自己的英语那么好。过程中虽然很苦很累，除了练习发音、动作、整齐度，还有笑容，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最好。在地化西瓜之旅的外事课程，从此我们玉光国小的孩子，他们开始敢开口说英语，敢跟外国人说英语。而且在学历上面，我们的孩子在学历检测上的平均分数可以遥遥领先。乐工国校推动双语教学是真成功，用这个项目报名外国颁奖奖也得到肯定，甲得奖的奖金来打造乐工国际村。即马学生是愈来愈多，完全无受到偏乡佮有少家化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有一群关心社会艺文都市发展的少年家哦，因伫2当前成立一个基地来进行实地调查、办工作坊、导览，加认真来找找在地特色。明仔载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阵桃园的少年人，想要安怎来改变家己生活的都市。第2020年成立，长期关心在地艺文组织托托邦，提供18个田野调查的资料。甲剧团初考场，伫个美村剧场艺术节演出顺戏剧，用浸水式的表演，带观众探过时空，找找桃园戏院的黄金年代。后来就改成金源戏院，然后原本是1轮戏院，后来变成2轮戏院。我们全名叫做逃脱帮艺文联盟，然后是专注在桃园老城区这边的艺术跟文化的耕耘。一方面带大家回忆桃园以前的光景，二方面也代表了我们对新的戏的一个期待。怕品牌组、行销组、会员组要冲下面代志，应该处理安尼。逃脱帮里面，因为有设计
然后有律师，然后也有建筑师，然后还有一些倡议的伙伴。那他们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关注的议题。除了戏剧，头头帮因为成员多元，组织起来发挥因个人专长，透过策展、导览、甲工作坊等等的活动，让居民甲城市的关系更较搭密。因慢慢徛起了抗争的前线，希望桃园走向进步发展的时阵，会当留下历史的记忆。阮同要保留较旧的物件，像讲一寡古迹、历史文物，还是想讲阮要新的建设捷运、高铁。但是大家拢唔知影讲，这背后的选择，倒一个较好，倒一个较唔好。我想讲，若是伫遮会当做一寡活动，互大家知影背后的一寡原因，搁去做选择。虽然以进步的名义的开发，持续伫桃园的旧社区发生，不过头头帮希望讲，因伫这个传统工业城市，甲人民的政治压力，透过成员的拍拼。互桃园特有的多元甲包容性，会当开枝散叶。记者李亚军、林建如，桃园报道。以前放年路林务局甲台东温泉饭店的业者推出袂少正特殊的行程哦，伫日本森林游乐区有暗时的心态导览哦，佮要办新年的 party， 伫树林内底来办活动，要请大人囡仔做伙来佚佗。台东林管处统计，伫去年疫情正进步的期间，有13万外人到日本森林游乐区去旅游。今年到11月底，已经超过14万人。会当看出，伫后疫情时代，尤其翠暗伫户外政策放零了后，民众是更较介意大自然的幽静。台中林管处对即礼拜6、拜日开始，要结合日本温泉区的饭店业者，推出部分早眠的森林游程。林管处的角色，还有就是游乐区的这样的资源，能够跟在地的社区、部落，甚至包括我们策略联盟饭店，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我们瑜伽的客人，他们来这边就是感觉到身心灵都得到一个提升。日本森林游乐区的新游程，以浸伫森林内面的规划，让游客行入去森林。边仔的关注林部都嘛会提供文化体验，还有森林导餐。上特别的是暗时的游程，让游客当看到入时看无的生态。甚至你都可能会遇到那个蝉啊，刚从那个土里面出来，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羽化的画面。台东林管处表示讲，即礼拜6、拜日会先用森林 party 的形式来开场，即马开始嘛会接受森林导餐的定位。来台东日本观光的游客，咱会使甲饭店业者问相关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海洋生物博物馆甲垦丁的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社区合作，除了会当伫海参馆来带暝哦，佮有寒人才有的纯产水的活动，会当来体验做事人的生活。帮人啊洗菜头是真趣味，咱做伙来看卖。无论是近距离看工作人员照顾客户，或者是行入后场亲身试因食物件，甚至是甲海洋生物做伙过暝，屏东海参馆活动拢真受欢迎。最近，佮要带民众做回去恒春半岛顺产水。夜宿海参馆呢，一直是屏东海参馆非常受欢迎的体验活动。那近年来呢，我们除了馆内的深度体验的行程之外呢，那从11月开始呢，就是我们的季节限定的价值行程踏水巡田的开始。那我们在11月到明年的2月期间呢，会带领民众到全台湾最南端的有机稻田区去巡产水。海参馆一年四季拢有无同款的活动。寒人才有的大水巡产，要让游客更加接近屏东当地生态甲人文。海参馆甲恒春半岛在地社区合作，带游客体验蒙达啊洗菜头，做回巡产水。让民众去认识海洋、了解海洋，那进而产生保护海洋的一个认同，能够对海洋还有自然环境的生态能够多了解，也学习我们如何和大自然和平共处。大水巡产的活动，带民众行入有机田，来看社区用天然的泉水饮田，配合友善海洋的种植方式。海参馆希望推广山海共生共存、友善环境的理念，让生态会当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有一群老大人，虽然退休了，也毋过因想要回归社会，所以募一日手的佚佗物仔来整理，送去偏乡的学校，互囡仔佚佗哦。看到囡仔酸甲笑眯眯，食阿公阿嬷是比谁拢较欢喜。
为着让这旧红仔会当够有新价值，花莲老家协会这群老大人专门家务接到的旧红仔洗好清气修理好，再过再去增康学校分散给需要的囡仔，大家除了排队拣红仔面，对这阿公阿嬷嘛真好奇。他们是乐活老人，他们去做公益的，公益以后他变什么？公益老人更乐活，他就是很快乐啊。所以我常讲，我们到70、80岁还能够这么快乐的活动，真的是很棒。老大人顽固工厂送来到偏乡小孩活动，今年已经第11年啊。当年拢有上百件铁头面给囡仔，看来敢若伫帮助囡仔。其实老大人也伫咧做的时阵，得到肯定甲快乐。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借此见见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喜欢喜悦啊，那我们老人家也会感觉很舒畅。这是一个对老人家跟小孩都很好的一个管道。协会希望这个旧的铁头面经过老大人整理了后，变作有需要人因的新礼物，除了让资源会当循环共享，也让老大人伫做公益的时阵更加快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54岁加拿大歌星瑟琳迪翁，伊伫社群平台抛影片，讲伊治疗发病率只有1/1000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哦，会丢筋行动无介方便，目前咧接受治疗，所以不得已得爱取消每年全部的行程，伊的巡回演唱会哦，得要延到2024年咯。较早以一首《Titanic》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伫全世界拢真红的加拿大美声天后Celine Dion，这边是透过社群媒体发布影片，表示讲有真长的时间，伊拢在处理健康的问题。最近，伊是互诊断出得到一种真罕得看的神经系统病，叫做艺人症候群，发病率大约是1/1000。While we're still learning about this rare condition, we now know this is what's been causing all of the spasms that I've been having. 这个病，使恁这样是出现行动无方便的部分，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更较害的是无法度像较早安尼唱歌。It hurts me to tell you today. This means I won't be ready to restart my tour in Europe in February. 即满54岁的Celine这样，去年11月就传出讲得到技术性的救金，毋那是产真济双脚根本都袂当行，无法度来做世界巡回演唱会。Celine这样讲，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在帮助伊治疗，目前甲每年所有的表演拢延到2024。I always give 100% when I do my shows, but my condition is not allowing me to give you that right now. For me to reach you again,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concentrate on my health at this moment. 拢是新闻地为人前景公平役。来看印尼最近通过一项刑法修正案，禁止结婚前大做伙哦。当地观光业者是真烦恼，讲有一寡外国外的男女朋友可能会放弃去印尼佚佗，选其他国家，因的生理一定会受到影响。也毋过巴厘岛的观光局就出面来解释讲，这个修法并无限制游客。有那天大日头刚海沙堡的巴厘岛是一款外国游客真爱来的度假天堂。不过，印尼新的刑法禁止婚前登记甲婚外性行为，可能让爱人较歪去。Because as a tourist, I come to Bali, this beautiful island, to enjoy this wonderful view landscape with my girlfriend, right? So if I can't, stay with my girlfriend in the hotel together, I would think about it twice. 若带女朋友来度假的中国游客可能取消行程，想要来巴厘岛投资的人也表示会阁考虑。Yeah, it's really worth me because I'm kind of invest in Bali and going invest in Bali more, and so it's really disturbed tourist flow here. 观光业是巴厘岛主要的经济来源，节目简单听候疫情过了后，游客渐渐回来，政府阁提出限速自由的规定，让当地旅馆餐饮业者真烦恼。Dengan adanya peraturan terkait dengan dilarangnya bukan pasangan menginap di hotel,
bagi industri perhotelan, ya khususnya di Bali, tentu hal ini memberatkan. 根据这项新法，分情动机甲分外性行为，领做互配偶也是近亲举报，相关会当处1年的徒刑，103年后就要实施。当地民众烦恼，这会甲观光客惊走去。巴厘岛观光局赶紧出来说明，讲这项法令早就有啊，即马只是明确说明倒一寡人会当举报。 Saya pikir tidak perlu khawatir calon wisatawan asing itu datang ke Bali terkait dengan RUKUHP ini. Karena apa? Karena RUKUHP ini kan memang sebelumnya sudah ada. Cuman sekarang diperjelas lagi siapa-siapa saja yang bisa melaporkan secara detail. 印尼为着脱离荷兰殖民时期留落来法律，对刑法做修改，那禁止婚前动机甲婚外性行为，也限缩言论自由。叫人权团体批评民主倒退路。巴厘岛原本2025年前，外国游客人数会转来到疫情前的水准，达到每年600万人的规模。不过新法一个出来，可能连这个目标都会有变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今仔明仔2天哦，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天气嘛是个真凉冷哦。其他的所在早暗嘛是真凉冷。基隆北海岸会落雨，东北部地区有大台北山区卖落淡薄仔雨，嘛有一寡所在可能会落大雨。北部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马祖嘛拢会落淡薄仔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温度。 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 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